文台最新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喺上晝4點40分發出，表示本港吹東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喺上晝5點，颱風納沙集結喺香港之西南偏南約360公里，即在北緯 19.2 度、東經113.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廣東西部一帶。受納沙嘅廣闊環流影響下，今早本港風力繼續增強，多處地區已經受烈風影響。喺過去1小時，長洲及坪洲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84及74公里。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納沙會喺今早最接近本港，並喺香港西南偏南350公里左右掠過。預料本港早上風力將會持續，並有狂風驟雨。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將會在早上大部分時間維持。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防風措施報告，請各位盡快完成家中各項防風措施，將窗門鎖緊。若有可能，請在門窗背後加上橫閂，將膠紙條貼在當風嘅大玻璃窗上。萬一玻璃破裂，亦可以減少損失。同時，請清除去水渠口嘅落葉同垃圾。切勿喺屋內當風窗戶附近站立，將家私及貴重物件搬離當風嘅窗戶。請預早選定屋內一個安全地方，以防玻璃萬一破裂嘅時候可以躲避。因為海面有非常大浪，水流湍急且方向不定，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光管招牌物主請注意，現在應該作出安排，截斷光管招牌嘅電源。有關最新天氣消息，請留意電台或電視台喺每小時15分、30分、45分及58分嘅廣播，或瀏覽香港天文台網頁。天文台今日係發出咗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喺凌晨嘅2點半至到3點半，天文台錄到昂坪、長洲泳灘同埋大老山最高持續風速分別每小時132、93同埋92公里，最高陣風係每小時168、136同埋125公里。預測本港今日會係吹烈風程度東至東南風，風勢有時疾勁，海面有非常大浪，密雲有狂風驟雨，最高氣溫大約會係28度。展望未來幾日，風勢仍然頗大，周末期間雨勢逐漸減弱。而家室外氣溫係27度，相對濕度84%。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正生效。各位早晨，而家由許奕迅報告新聞。天文台清晨4點40分發出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颱風納沙採取稍為偏北嘅方向移動，較為接近本港。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子祥話，8號烈風或者暴風信號會喺早上大部分時間維持。過去數小時咧，颱風納沙咧採取一個較為偏北嘅方向移動嘅，咁咧所以咧佢就會較為接近香港噶啦。咁而家按照而家預測路徑咧，我哋預計納沙喺朝早咧就會最接近香港嘅，大約喺香港嘅西南偏南，大約350公里左右掠過啦。咁根據而家嘅路徑咧，我哋預計咧納沙會較接近香港，而香港嘅風力咧係有機會喺今朝早咧仲會有所增強嘅，亦都維持嘅。咁所以天文台咧喺今朝早嘅4點40分咧就改發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嘅。咁我哋預計咧，根據納沙而家個預報路徑咧，今朝早嘅風力都會仍然會維持啦。咁所以8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咧喺今朝早大部分時間咧都係會維持嘅。而天氣預測方面咧，我哋預計今日會吹烈風程度嘅東至東南風啦，風勢係有時疾勁嘅，海面有非常大浪，咁所以市民咧應該盡量遠離岸邊咧，同埋停止水上活動啦。梗係會係密雲同埋有幾陣狂風驟雨嘅。咁展望未來嘅幾日咧，就風勢都仍然比較大啦。咁週末期間咧，就雨勢會逐漸減弱噶啦。香港天文台發出嘅最新熱帶氣旋警告，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本港吹東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喺上晝6點，
颱風納沙集結喺香港之西南偏南約360公里，即係喺北緯19.3度、東經112.9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廣東西部一帶。受到納沙嘅廣闊環流影響之下，今朝早本港風力繼續增強，多處地區已經受到烈風影響。喺過去1小時，長洲同坪洲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81同76公里。按照現時預測途徑，納沙會喺今朝早最接近本港，並且喺香港西南偏南350公里左右掠過。預計本港早上風力將會持續，並且有狂風驟雨。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將會喺早上大部分時間維持。呢一節風暴消息報告完畢。香港電台新聞報道。早上6點01分，由張曼燕報道新聞。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生效。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李子祥話，預料颱風納沙今早會喺本港西南偏南大約350公里掠過，本港風勢將持續增強。今朝早過去數小時咧，颱風納沙採取一個較為偏北嘅移動路徑嘅，咁較為接近香港。如果我哋根據而家預測路徑咧，納沙會今朝早係最為接近香港嘅，大約喺香港嘅350公里西南偏南嘅方向咧掠過。咁隨住納沙嘅移動路徑咧，我哋預計咧納沙喺今朝早咧都會繼續靠近廣東沿岸啦。咁我哋香港本地嘅風力咧都會繼續維持，同埋有機會增強嘅。咁所以天文台咧喺今朝早嘅4點40分咧就發出咗8號烈風及暴風信號嘅。我哋預計咧納沙呢個移動路徑咧喺今日咧繼續咧都會係比較接近香港嘅。咁所以今朝早嘅風力都會係維持嘅。咁所以個8號嘅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咧喺今朝早大部分時間咧都會維持嘅。而天氣方面咧，我哋都睇到啦，納沙嘅外圍環流同雨帶咧已經影響緊香港啦。咁我哋預計咧今日本地嚟講咧會吹烈風程度嘅東至東南風嘅，咁會有幾陣狂風驟雨。咁而海方面咧嗰個情況咧都會有非常大浪，咁所以市民應該盡量遠離岸邊咧，同埋停止水上活動啦。咁同埋咧，今日我嚟講咧，我哋預計個風力都會維持喺烈風程度同埋東至東南風嘅。住喺當風地區嘅市民咧，應該盡早完成晒所有防風措施啦。喺上晝4點半至5點半，天文台錄得昂坪、大老山同長洲泳灘最高持續風速分別係每小時125、99同埋89公里，最高陣風分別係每小時164、131同埋117公里。喺華南海域天氣方面，警報沙堤以南同埋海南島東南沿岸吹颶風，香港鄰近海域以及香港以南吹暴風，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埋北部灣以南吹烈風。天氣概況，喺上晝5點，颱風納沙集結喺北緯19.2度、東經113.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續風速約為每小時130公里。預料納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廣東西部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至東南風8至9級，間中10級，有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巨浪；香港以南吹東至東南風9至10級，間中11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巨浪；沙堤以南吹北至東北風10至11級，漸轉吹旋風達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巨至非常巨浪，漸轉極巨浪。海南到東南沿岸吹北至西北風8至9級，漸轉吹旋風12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巨浪，漸轉極巨浪。北部灣以南吹西至西北風7至8級，稍後達9級，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後轉巨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南風6至7級，西部初時吹南至西南風9至10級，西部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吹東風9級，能見度2600米；東沙吹東南偏東風4級，能見度5000米有餘；黃茅洲吹東風11級；澳門吹東北風7級，能見度11公里；最後西沙吹西風8級，能見度5000米有驟雨。天文台發出最新熱帶氣旋警告，8號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現正生效。
表示本港吹東南風，平均風速每小時超過62公里。喺早上7點，颱風納沙集結喺香港之西南偏南約350公里，即北緯19.5度、東經112.7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時速約22公里，橫過南海北部，大致移向海南島至廣東西部一帶。受納沙嘅廣闊橫流影響，今早本港多處地區持續吹烈風。喺過去1小時，長洲同埋坪洲分別錄得嘅最高持續風速為每小時65同埋74公里。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納沙會喺今早最接近本港，並喺香港西南偏南350公里左右掠過。預計本港早上風力將會持續，並有狂風驟雨。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將會喺早上大部分時間維持。